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1月12号。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消费，聊一聊消费降级，聊一聊咱们现在的这个经济形势啊。关于这个消费降级咱们2025年是吧，在很多节目里面都聊过。我们消费降级一般的是聊两个，一个是一线城市北上广深，另外一个就是聊县城。从这两个极端对吧，一个是一线高高在上，一个是五线对吧，这种县城他们的消费变化。整个2025年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线城市消费在肉眼可见的在降级。这个不光是我们的感受我们有很多人很多网友是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或者是杭州亲身体会这个消费在降级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你比如说吧，北京的宝马 5S 店关门，北京的很多白领下班以后跑到新发地去赶海。什么叫赶海呢？也就是捡那个人家不要的菜，从那菜里面找出好的带回家。北京的这个规模以上的住宿企业平均上半年利润只有几万块，你要多请一个人他就要亏钱。上海呢，很多高档餐厅饭店对吧，成批的倒闭。从社零数据看，北京的社零数据居然是逐月在下降。这个还有一个大前提大背景就是黄金的价格在涨，那就是意味着其他方面下降的更厉害。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个自媒体，作者叫柚子妈妈，她是沪漂，是个安徽人在上海。她这个标题叫2026年北上广也开始了消费降级。说到北京、深圳我还是很了解的，但是上海呢，毕竟在那待的时间少，所以我看一看这个上海的沪漂是怎么看待上海的消费降级。实际上他这个文章说2026年北上广开始消费降级，这个说法就已经叫后知后觉了，对吧？25年、24年实际上就已经开始降级了。当然这是个人体会他认为是2026年开始降级的。他说全国消费水平核心数据显示，2025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前3季度是21575元，而上海呢是40892元，北京37246元，杭州35000元。上海那是当之无愧的老大，是沪爷，25年领跑全国，超全国消费水平达到了2倍。这个数字看着耀眼，实则据作者观察说，大城市也遭不住了，开始悄咪咪消费降级了。商家那套买到就是赚到的营销话术早就过时。作者说可以说全民意识觉醒了，消费从精致主义转变为实用主义，开始追求性价比。尤其是受到经济下行的冲击后，人们更加知道了存钱的重要性。不消费不买房，因为大家都在疯狂存钱，个个成了周扒皮、铁公鸡，躺在床上数着手机里见涨的余额，比买一套房还要心安。作者说那这股风到底刮得有多猛呢？他说我有个朋友印象中很会过日子，目前已经在上海靠死工资买了2套房。他和我分享，一家3口一年才花5万块，但是这个是不含汽车消费和房贷也就是汽车消费和房贷之外，零花钱一共才5万块。说刚一听到这个数字，我简直惊呆了。3口之家平均一个月人均成本1400块。然后他和我分享了他的消费降级清单，从吃喝开始先吃喝降级，从外卖下馆子到顿顿在家做饭。据他说2025年一年全家只在外面消费了5次不到，分别是生日、结婚纪念日。在家里吃饭卫生又健康，做一顿饭吃2顿，50块钱足够，摊下来人均一顿饭8块钱不到。别喝奶茶咖啡，实在想喝就自制，要么就抓紧存款，支付宝存款到50，每个月免费一杯星巴克。吃喝降级之后就是穿衣降级，说以前买衣服都是耐克、阿迪、新百伦这种大牌，现在买衣服100块钱的都要想一想。孩子穿亲戚家送的衣服，大人就买点便宜货。她和我分享她老公一条内裤3块钱拼单买的，一双鞋10块钱，我不信，结果上拼多多一搜，还真的有10块钱一双的鞋。而她一件39块钱的长袖穿了3年还没扔。离谱的是，她不说我根本看不出来这么便宜。化妆品降级也不一定要买几千块钱的神仙水，对熬夜的人来说作用微乎其微。最好的保养就是早睡早起，一直熬夜一直老，买什么神仙水都救不了。而且用大牌还不如买点郁美净擦一擦。他说孩子的起初什么润本、郁美净、兔头妈妈这些擦脸霜比水乳好用
多了。生活用品降级，洗衣粉真的比洗衣液好用，10斤的洗衣粉才30块不到，可以用1年。洗脸巾这玩意完全没必要，说的一包用1年，结果半个月就用完了，还不如找了个小手绢，勤洗勤杀毒，比洗脸巾好用多了。最主要的是教育费用降级，300块一节的钢琴课直接砍掉，无效的围棋、口才这些统统别想从他这里赚到钱。实在想让孩子玩一玩，可以买几节体验课，这些玩意儿真的就是纯无用教育。这个中产家庭啊，这种孩子的兴趣班、兴趣课早早就砍掉了。所以说，好多这种教育机构，什么各种体育什么连锁机构都爆雷啊。为什么爆雷啊？那就是家长没钱嘛。以前啊，大家收入好的时候，小孩学钢琴一窝蜂，也不知道学那玩意儿能干什么，反正大家都报，1节课300、400。大部分小孩啊，都是学了一半，半途而废，10万8万的花掉了，啥也没见着。小部分啊，通过了什么音乐学院是吧？中央音乐学院考级是吧？通过什么英皇对吧？考级，你就是通过了考级有什么用呢？无非是在聚会上露两手。现在啊，已经是在送外卖之余啊，也是看见那个大厅里面有个钢琴，或者商场里有，在送外卖之余对吧？上去弹两下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用武之地啊。所以这个咱们什么珠江钢琴，还有什么钢琴啊？上市公司啊，快要黄了。咱们这个什么钢琴基地是吧？钢琴小镇，全球1/2的钢琴是咱们生产的，现在也不行了。这是题外话啊，就是说来说去就是家长没钱了，没钱就是降级，降级先从这些虚头巴脑的砍起，每花1分钱都要审视一下，这钱花的值不值，有没有必要？这就是教育降级啊。那下面旅游降级，以前总被多带孩子见世面这样的话洗脑，孩子3周岁前跑遍了大江南北，光三亚就去了5、6次。仔细想想，基本都是千篇一律，还不如家门口免费公园做做免费有氧运动，岂不乐哉？这说的很有道理啊。以前有钱的时候啊，总觉得啊要趁小带孩子出去转一转，什么国外对吧？然后很多这个什么夏令营呐，还有什么暑期各种班啊，都是在国外，这花钱无数啊。现在呢，这些恐怕都理性多了啊，因为口袋啊、钱包啊不支持。最后他告诉我，不要熬夜购物，不仅容易冲动消费，而且可能会造成心肌缺血。赚5块钱不容易，省5块钱却很简单。切记，钱是省出来的，宵夜吃了长胖还费钱，千万不要办卡，千万不要办卡，千万不要办卡。重要的事情说3遍。说到底啊，消费降级，一方面是经济偏差，人有钱都不敢花了，万一有个裁员啥的，至少能兜个底。另一方面就是看清了消费主义本质，就是不停的吸引你，让你深陷其中。这个是说的是上海的一个沪漂啊，他所体会到的消费降级。我看完之后，说白了，他这是个女性视角写的，因为女性她对这个消费这一块啊，她更多的是化妆品、旅游、吃喝这一块。但是男性视角啊，我相信很多男的粉丝、男网友看完之后对这个感触没那么深。男性的消费啊，大头是什么呢？是烟、酒、汽车。比如说你的车维修保养，这个一般都是男的去，对吧？还有烟酒，还有捏脚、KTV 什么的，这些不能公之于众啊，只能记小黑账，对吧？这个像胡一静老师这个私房钱算账的时候，这玩意是不能端出来的。而这些恰恰是大头啊，对吧？当你把你的车往 4S 店一停的时候，意味着好几千，小1万块钱就没了，2、3个人去捏个脚，好几千就没了。而且这种消费很难控制啊。作者说啊，他说这2年啊都在说大环境差，能苟就苟，有份工作就不错了。打开社交软件，不是这大厂裁员，就是那外企大礼包 N+5 划了下来，10条推送有8条是在说裁员。前几个礼拜对象说啊，他们需求的老公被裁了，赔偿金拿了100多万。元旦前一位朋友也发来消息，终于等来大礼包，也就是裁员啊，打算休息一段时间，年后再找工作。幸运的是朋友们都拿到了一笔可观的赔偿，但春节后就业行情怎么样真的难说，企业都勒紧了裤腰带，降本增效成了潮流。就拿我们公司来说啊，我21年入职到现在也有4年多了。之前同事调侃说在这边薪水入职即巅峰，那回我还当是一句玩笑话，但实实在在4年别说涨薪了，生生把公司从1500人熬到现在的200多人。这个人还挺厉害啊，这公司从1500人裁到只剩200人，他还在，看样子是这个是钉子户啊，老顽固啊，对吧？裁了这么多轮，居然没把他裁掉。每年不是裁员就是降薪。前阵子那位
位接受了降薪的15年老员工又被谈话了，最终还是没有躲过被裁的命运。15年的老员工啊，年年降薪，最终啊还是裁。在职的这200多人，说难听点，十有八九都是在等大礼包。自己离职，谁知道多久才能找到下家？找到了又能比现在好吗？一切都是未知数，而压在肩头的是清清楚楚的房贷、车贷、家庭的日常开销，孰轻孰重，大家都门清的很。在上海，夫妻双方除非有一方特别能干，能够年入100万，不然任何一方失业都会给家庭带来毁灭性的打击，真的是很脆弱啊。也就是夫妻俩人有一个失业，那这个家庭恐怕就马上陷入危机，那就说明他们这个杠杆加满了。失业意味着没有收入，目前就业市场的主力军又是我们这批80、90后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，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。如果在前2年高位还买了房，就更不敢失业了。实际上按照基本盘的说法，美国的中产斩杀线，那这个80后90后上有老下有小的现在就在斩杀线，这还不叫斩杀线啊，这叫斩杀区，这个区间的都等着被斩杀，一失业马上就完了。只要有一个失业，文章说啊，都说30而立，而我们30多岁有存款的已经是个中翘楚了。他说大多数80后90后有的只有负债，一旦失业，每个月的房贷就会压垮一个家庭，再严重点可能造成一个家庭的分崩离析。而对于30岁以上的女性来说，更是难上加难。大环境不好，企业也怕支出更多的成本，往往对求职者第一选择是男性，其次是已婚已育，最好3胎指标都完成的，再次才能轮到未婚者。已婚未育，说白了，受苦受累受难又受伤的永远是女性。也有人说啊，富的还在富，被压榨的只有我们底层老百姓。不是钱难赚了，是资本家剥削的更厉害了。这个资本家打了个引号啊。但不管怎么样，相信一切都是暂时的，努力搞钱攒钱才是王道。等到某一天顶峰相见，我们都不用为这3瓜2枣而发愁了，那是不可能的啊。作为牛马，要放弃这种幻想。目前这个制度啊，实际上是为牛马打造的。有网上不有一个段子吗？说这个牛马呀去贷款，给自己买了个磨，天天拉磨还贷款，到死贷款还完了，磨也不知道是谁的。说这个牛马到底是为什么活着？有的牛马拉着磨，拉着磨还被没收了，你说这叫什么事？实际上啊，就是作为1线城市，作为龙头城市上海，现在普通人活着也不容易。越来越感受到难呐。什么叫难？寒意啊，吹遍了每一个角落。这个寒意啊，只会迟到，不会缺席。大家如果没忘记的话啊，应该能想起来，3年前啊，当这个北上广深的这个白领啊回老家的时候，发现很失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已经感受到这个经济下行压力，有的已经在失业，有的在降薪。但是发现这个5线城市啊、县城的这些同学，他们过得反而叫游刃有余，很滋润，好像感受不到什么经济下行，对吧？那个时候不就是叫县城婆罗门吗？县城的这个商场，县城的这个餐饮酒店生意非常红火。我清楚的记得啊，因为我当时我说啊，这只是寒意还在路上，还没有吹到县城。现在啊，这些5线城市这些县城啊，寒意早就已经到了，商场倒闭，餐馆倒闭，大街上没人。现在已经开始第2轮了，也就是第1轮啊，从1线城市吹到2线、3线，再到5线。等到5线城市感受到这个寒意的时候，新的一轮又从北上广开始了，这就叫螺旋式下降。也就是第1轮的寒意吹过县城的时候，北上广深的人已经在感受第2轮寒意。各种数据啊告诉我们，在当下的中国啊，如果你月收入超过5000块钱，你其实已经超过了一半的打工人。哪怕是在1线城市啊，如果你的月收入超过1万，你也超过了北上广深一半的打工人。而这个数字啊，恰恰是国家统计局给出的人均收入中位数的数字。这个说的是上班的啊，是城镇北上广深。如果把农民加上全国的算的话，咱们有50%的人收入是在2700吧以下啊，中位数就是2700。所以我们很多网友啊，容易被这个社交媒体短视频啊，被那些虚假的数字啊所蒙蔽，动不动月薪几万。实际上如果你拿到手啊，发到你卡上，如果有5000块钱，那你就很厉害了。这是当下的现状。所以动不动说月入几个 W， 年薪100万的，那是人中翘楚啊，那是凤毛麟角。我们再看一个 UP 主啊，他说的杭州的一个收入，大家看视频啊。兄弟，你一年能挣100万吗？
我认为这个女生啊，多少有点跟这个社会脱节，活在大气层里面呢。你开什么玩笑？你别说一年挣100万了，哪怕你就让一个人辛辛苦苦，你就攒上个几年呢，攒下个100万存款都是很难的。哪怕就是杭州、上海这么一些经济发达的这个城市，怎么了嘛？你别不服，10个人里面你去大街上随机去拉，你看那个存款马上能够拿出100万的话，一个都是不会到的，你信不信啊？因为你就看大数据嘛，根据杭州日报的这个数据，今年上半年杭州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多少钱呢？44709块钱。杭州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多少呢？24266块钱啊，减一减是20443块钱嘛。也就是说，哪怕吃完用完，哪怕就让你这2万多块钱，你就存下来，一年让你存下4万块钱嘛，是不是？你不生病，你不买房不买车，得25年才能够存够100万啊！你现在杭州人均这个存款大概我估计啊，也就20万左右，我就这么讲好了。怎么算出来的呢？因为去年第一财经统计出来，就是咱们杭州目前的那个居民总的这个存款，它这个总额是多少呢？25546亿。然后杭州的这个人口的话呢，那去年统计出来就是1200多万嘛，那一除人均的话，那20来万就来了。20来万离100万的话，你自己想多大的这个差距？而且杭州房价高，说一买房的话，你的存款全被这个房子吸走了，你不负债就已经很好了，还谈什么存款是吧？你不管你是事业单位还是有编制的什么国企的单位好，我们都承认，但你年入100万，你别吹牛掰了嘛，极少极少的。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人总有幻觉，甚至有他们年纪大的这个叔叔阿姨也有幻觉，说很多人年入100万什么的，或者很多人存款100万，想当然啊。或者说有的人老刷抖音啊，老刷头条啊，是吧？老刷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啊，老看什么小时代嘛，就有这么一帮人，他总是会拿一些什么少数人才能够享受到的这个奢靡生活呢，成天放给你看，刷到最后的话，就让人误以为电视剧里面的少数人的这个世界呢，会是多数人的这个现实嘛。但真正的这个现实呢，多数人其实是在打工，是在当牛马，是吧？是在送外卖、开滴滴，是在老家的这个服装厂里面上班，甚至在这个大街上、市场上卖菜的。你像前几天我回老家，感触真的非常深。那我这出社会没多久的这个侄子啊，小兔崽子，自己还没挣到多少钱，那么就敢对着那个路边那个汽车大放厥词啊，说什么宝马 X3 是穷人开的，是吧？说买那个奔驰 CC260的那帮人说还有自卑，看到那个新的问界 M7 华为那个车他也瞧不上，30来万就好了嘛。我说以后小兔崽子，等到你自己买车，等到你自己啪拿出30万来，你就知道有多难了，你就知道真正能够全款拿下这个宝马 X3 的这个人啊，已经在这个财富层面超过他身边很多人了，他不知道的，没这个认知的，就是。但现实归现实啊，现实不会因为你缺乏社会阅历而改变的，更不会因为你狂妄无知而不存在啊。所以说真的啊，财富这个玩意儿的话呢，我们当然不用太高看它，不用被它吸进去，但是也不能够蔑视它，理性对待财富，这样才能避免让我们呢变得很可笑，同时也才能让我们离财富呢更近一些。这个还是要接地气啊！如果你的收入超过5000，而且还不用加班，享有双休日和年假，那么你妥妥的啊，已经是人生赢家呀，不用怀疑。毕竟啊，网上传言啊，中国烟草又亏损了，但是这个谁也不知道真假啊，因为中国烟草它也不是上市公司，对吧？它现在网传的那些数字财报又不是它主动披露的，中国烟草它怎么会亏损呢？你想，中国烟草都亏损，你作为一个个人，你居然一个月还能赚5000，那你应该感到骄傲。中国烟草它是垄断呢，因为中国烟草亏损，据说啊，有很多这个烟草专卖店，很多卖烟的这个小店呢，要补缴过去4年的烟草营业税，而且要根据进货量来补缴。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，因为我以前卖烟的时候啊，好像没听说烟草营业税。当然呢，那个是10年前了啊，现在怎么冒出个烟草营业税呢？就在我的理解里，你的所有的税都应该在烟草那个价格里面已经含进去了。你烟草是专卖的，对不对？我把烟卖完了之后，我还再交税，为什么呢？所以说啊，接下来要么是这个烟要涨价，要么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卖烟的这些小店都得关门。关于这个烟草
草营业税啊，如果有知道情况的可以留言说一说。如果这么整的话，那很多这个夫妻店啊、小超市就别开了，或者就不卖烟，不卖烟也没有客流。所以说这个经济形势啊是肉眼可见的在下滑，对普通人越来越不友好。网上啊还流传一个罚没收入20强城市，当然它这个数字也不知道真假，是2024年广东、江苏和山东3个省，把这3个省啊所有的这个城市啊放在一起排名。2024年哪个城市罚款最多呢？罚款收入最多的啊是青岛市，罚了67亿。第2名的是广州市，罚了62亿。第3名的是盐城市，罚了49亿。第4名的是深圳市，罚42亿。济南市罚了38亿。徐州29亿，将近30亿啊。苏州市罚了28亿。临沂市28亿。惠州市26亿。东莞市24亿。这排名前10名的啊，这是广东、江苏和山东，就这3个省份的，其他的都没算进来。当然这是网传数字，不知道真假。这是按那个罚没收入来说的啊。如果按照常住人口啊，你不就可以算出这个人均罚没吗？就是平均一个人一年罚了多少。这个排第1名的啊是江苏的盐城市，人均罚没是740块。你想想吧。排第2名的是镇江市，人均罚了710块。排第3名的是青岛市，人均罚了644块。下面是枣庄市，人均罚了450块。惠州市人均罚431块。济南市人均罚400块。淄博市人均罚432块。中山人均罚了463块。不管怎么看啊，这个青岛市都是排名靠前的，无论是罚款总收入还是人均罚款，经济形势越不好，罚款越多，罚款越多，营商环境越差，营商环境越差，那经济形势就越差，这就叫恶性循环了。那2026年会不会好一点呢？目前看不出好的迹象。中产不是降级就是返贫，中产在勒紧裤腰带，下面的人呢，底层的人勒无可勒，也没有办法再勒了，消费啊彻底熄火。你说怎么办呢？即便现在有什么神丹妙药，也不可能立竿见影，因为它还有一个巨大的惯性呢。所以不要寄希望于什么出一个政策，发表一篇文章，形势就好转。所以说2026年啊，还是要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。好消息没等来啊，我们先等来的是马斯克的一篇演讲。马斯克在接受那个媒体采访的时候，他说啊，未来3到7年是一边是极度繁荣，一边是大量的人失业。他这个反弹啊，大家自己可以在网上找这个文章去看。我们早就已经习惯了牛马是要靠劳动换取报酬养活自己，前面已经讲过那个故事了，对吧？牛马贷款买个磨，然后拉磨。但是按照马斯克的描述啊，以后人不需要工作，你都没有工作机会，那牛马的价值在哪儿呢？牛马新的价值还没有定义出来，也就是在3到7年里面，这个牛马呀相当的无所适从，没有工作，也没有这个存在的意义，物质上的缺乏啊，就是工资啊缺乏还好说一点，那精神上的摧残，因为你找不到意义了。马斯克说了很多观点啊，什么机器人医生碾压这个医生，所以说你不要学医了，学医没有意义，你也不要存钱养老，这也没有意义等等啊，就是马斯克说的很多东西，我们也不知道他的预见性啊到底准不准，但是有一点我们是能看到的，也就是我们的失业会加剧，这个是千真万确，也就是随着这个 AI 人工智能这个推广和它的发展飞速发展，一定是失业越来越严重。至于马斯克说的其他的地方对不对，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就是失业会加剧。那对我们牛马来说啊，那日子对吧就更难。而各个国家的政府啊，目前也没有一个好的办法，或者以这个好的制度啊来应对这种 AI 的对人工的替代。但是按照马斯克的说法，过了这7年，人类就适应了，就好了。但愿吧。短期失业加剧，大家越来越难，这个是确定性的。长期、远期对吧？渡过难关，这个是不确定的，充满了未知数。好，这期节目啊，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